我係朱立威，係第8屆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界別嘅立法會議員。我大學畢業之後咧，就投身地區服務嘅工作啦，已經20年啦。希望係利用好我過去跨界別、跨階層嘅工作經驗，成為內地同香港啦、政府同市民、商界同社會之間嘅一個橋梁，繼續推動好我哋香港發展經濟、改善民生嘅。我睇書睇得好廣嘅，由動物啊、科學啊、歷史哲學啊，我都睇嘅。而家作為立法會議員咧，要面對嘅範疇好多，一睇書可以掌握更新、更多嘅知識，對一啲政策推動啊，去同唔同嘅持份者交流咧，都係一個好大嘅幫助。咁你提出咧係推動內聯外通啦，咁有啲咩具體建議咧可以係交上去議會咧？內聯外通其實係對香港嚟講係好重要嘅。香港係國際大都會，每年咧都有好多歐美啊、西方嘅國家專業人士中意嚟香港呢邊定居嘅，所以我希望未來喺議會裏邊啦，可以推動做好人才高地，為我哋國家去發展教育、發展創科，去提供多一啲嘅吸引力，去吸引世界各地嘅人才嚟到我哋呢度，做好我哋香港同大灣區嗰個銜接，令到我哋一啲企業可以走出去，靠我哋香港，吸引多一啲其他地方嘅人嚟投資我哋大灣區咧，亦都係可以靠我哋香港。香港要發展咧，一定要重新再出發。未來我希望可以踏實啲、貼地啲，繼續就算係一啲可能清潔問題啊，一啲可能房屋居住嘅問題、福利問題啦，我都希望做好，同政府一齊努力去將香港嘅民生做好，令到我哋市民有幸福感、獲得感。